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12年，成績斐然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既能夠作出貢獻，亦都係受惠者。我作為一份子，感到非常榮幸。展望未來，香港可以從進一步加強區域聯繫，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，以及擴大綠色一帶一路三大方向，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一帶一路不只對匯豐，甚至整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都係千載難逢嘅機遇。倡議已經進入新台階，香港喺一國兩制原則下，必須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。匯豐嘅業務覆蓋全球超過80%嘅貿易，我哋一直充分利用跨境服務嘅優勢，為完善嘅項目提供融資。日後亦會繼續積極貢獻一帶一路倡議。